萬都唔使就可以攞低精裝4房嘅現樓單位。Hello， 各位觀眾朋友，早晨啊！我係咩姐，歡迎嚟到百佳視頻道咧。今期分享嘅呢一個單位咧，就係中山坦洲嘅呢一個長盛富地啦。東南朝向嘅3房單位，100萬都唔使，亦即係話首期款15萬左右咧就可以攞低，預供亦不過係3000幾蚊嘅啫喎，而且係精裝嘅現樓單位咯。嚟，我哋首先喺門口呢度講起身啦。呢一個戶型嘅話，個主打就係佢嘅實用率啦嚇，2梯4伙嚟嘅嚇。嗱，入門嘅呢一度第一間房係全贈送俾到你噶，呢一間房非常之大嚇，最起碼去到成10零個方噶啦呢一間房。再過翻嚟餐廳同埋我哋嘅客廳連埋一齊，咁我哋嘅廚房嘅話都係夠用嘅嚇。睇到呢一啲咧都係我哋嘅交樓標準嚟嘅，出邊咧同樣係會有翻一個生活露台，即係我哋嘅洗衣機咧、熱水爐嚟嘅喎。咁嚟翻到我哋嘅休息區望一下，睇一下我哋嘅洗手間先。第一個公區洗手間所看即所得嚟嘅啦。隔離呢一間房咧，雖然細細地，但係非常之溫馨。呢度做翻個榻榻米，仲有個衣櫃，呢度仲可以做埋一張寫字台。如果話成個坦洲嘅實用率嚟講嘅話咧，咁你又想要低總價入手咧，咁肯定就係呢一度嚟噶啦嚇。咁我最中意佢就係咩咧？哇，睇下全屋嘅落地飄窗，非常之靚仔，睇下係咪先？呢一個位置咧係全贈送嘅嚇。咁而家呢一度咧係放住1.5米嘅大床，3邊落床位，呢一度仲會有翻個衣櫃位俾到大家。雖然話佢只有96方，但係佢嘅實用率真係非常之高，真係非常之高嚇。主人房咧仲係帶一個套間嚟噶嚇。主人房大套間，你睇下呢一度1.5米嘅大床，3邊落床位，你再用翻到1.8米個大床嘅話，都完全夠位，兩邊 set 翻2個床頭櫃。冬天嘅太陽，呢家係早上上晝嚇10點半呢個時候，太陽入晒屋嘅喎，非常之舒服嚟嘅嚇。喺成個坦北嚟講嘅話，我相信佢呢一度佢嘅交樓質素係最高嘅，係最高嘅嚇。佢整體嘅地板磚啦，同埋嗰啲全屋嘅玻璃啦，都係雙層嘅隔音玻璃嚟嘅。我哋嚟睇翻另外一個戶型咧，就係我哋嘅93方嘅質素嚟噶。93方係可以做翻到4房，可以睇到成個公共區域空間嘅話，都係相當之寬落嚟嘅喎。咁呢兩邊嘅質素咧就係93方嘅，93方做到咗4房。嚟，我哋望一下呢一個戶型圖先，可以睇到呢一個嘅空層嘅位置係全贈送嘅一間房咁亦即係呢一個位置啦，呢個位置係全贈送嘅。到期時你利用飄窗台咧，整翻一個榻榻米啦，就 OK 嘅啦。嚟翻到我哋嘅客廳，咁呢一個戶型同啱先個戶型有少少唔同嘅嚇。呢一個戶型咧，佢係做到咗南北對流嘅嚇，呢個廳跟住對翻到我哋嘅餐廳啦，然之後餐廳嗰度仲有個窗，然之後咧，就入到去就係我哋嘅廚房啦嚇。咁呢一個咧，佢望翻出嚟嘅整體視野嘅話咧，相對嚟講會高翻少少。而家我呢一度係處在於5樓嘅位置嚟，咁5樓望翻出嚟，成個採光度已經係 OK 噶啦嚇。樓下可以睇到啦，係會有翻我哋嘅茶餐廳啦，同埋一啲各種食肆啦，全部有喺度呢度嘅嚇，同埋下午茶啦嗰啲全部喺晒嘅。咁呢一度咧，右前方可以睇到一個咧就係巴士站。咁呢一個巴士站嘅話，佢會有巴士出翻到珠海啦，出翻到拱北啦，同埋咧會有車出翻到港珠澳大橋啦，同埋仲有一個咧就係粵港直通巴士嘅話咧，佢到時呢度都係會有站可以停留嘅。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坐翻粵港直通巴，跟住翻到香港嘅太子啦、荃灣啦、東涌呢啲位置嘅嚇。咁買餸樓下就有餸買噶啦，或者係咧就係過馬路對面嗰度咧，就係可以睇到個陽光小學嗰個位置啦。
跟住咧就會有街市，非常之大型嘅一個大有市場嘅街市嚟嚇啊！呢一個戶型嚟講嘅話咧，你如果係話屋企人多啦，或者人少嘅話，都 OK 嘅，住翻呢個。咁你可以即係攞翻間房嚟去做翻衣帽間啦，或者係去做客房都冇問題。呢間房你睇到佢咁樣，實際上嘅話咧，佢係好大間一間房嚟嘅。望翻即係完全唔影響你放翻張米白嘅床啦，然之後咧再去做翻一個衣櫃都 OK 嘅嚇。4間房最細嗰間咧就係入門嗰間嚟㗎，你可以做翻張麻雀房都冇問題。咁呢一個長勝富地，佢美中不足咧就係咩咧？就係佢嘅屋苑，成個屋苑唔係好大，佢一共只有幾棟樓，而且分埋2期，1期同埋2期咁樣嚟去開發嘅。但係勝在佢夠方便嚇，非常之方便，即係成個坦北嚟講嘅話咧，可以有呢一個價位，同埋可以有4房，而且佢個交樓質素喺呢一度嘅話咧就非常之 OK。一個咧就係話，我唔介意個屋苑大細，但係咧呢一度夠方便，絕對嘅方便嚇。我以一個喺坦州住咗20年嘅過來人嘅身份同你講，呢一度係絕對值得你嚟去考慮嘅嚇。係啦，OK， 今期嘅呢個長勝富地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啦。如果你話仲想要了解更多詳細嘅話咧，都 OK， 或者話你想要專車接送你過嚟睇睇都冇問題。首先第一個係要訂閱翻咩職嘅頻道，第二個咧喺後台 call 我，有大陸電話同埋香港電話24小時在線。咁我哋今期再見啦，拜拜。